今日伫中国北京举办的国共论坛线稿，昨在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是带团返来到台湾，讲未来国民党若执政会启动甲中国平等互惠的交流。另外，中国也宣布讲要来恢复上海居民来到金门马祖旅游。不过，咱陆委会就表示讲，中国拢用这款旅游政策来做政治的考虑啊，呼吁应该是爱恢复正常稳定的沟通。 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结束中国的访问，拜三暗返来到台湾。伊表示，这抓成果真好，未来若准国民党有机会搁再执政，一定会展开双向平等互惠的交流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跟大陆能够在有关于民生关切的这些议题上，建立起一个共识跟平台。 肖旭琴表示，未来会一步一步增加甲对方的交流合作甲互动，相信更较高层的接触会愈来愈周至。这届国共智库论坛是今年第一个高层级的交流，也是国民党主席第二文上任以后上关卡的。针对总统赖清德这期国共论坛是二次西进，不是加入国际，第二文有话要讲。现在全世界都想要走向中国大陆，赖总统不需要 把它变成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，放开心胸，你会发现天地之间任我们遨游的空间很大。 根据国共双方共同宣言，这届论坛有5大共同意见，15项内容，其中包括推动恢复两化人员来往正常化。中国文旅部初时也宣布会伫最近恢复上海居民去金门甲马祖旅游。陆委会是表示，对方将爱用恢复大陆客来台湾做考试啊，也毋过政策讲长就长。咱大陆会去年2月已经正式写批予海陆会，表达沟通的意愿，呼吁对方爱恢复咱国。 持续的军机舰扰台，持续的跨境镇压，我们两岸怎么正常交流？不了解台湾为什么还要跟他谈观光客？你难道一些风险意识都没有吗？ 针对两岸交流的节奏甲风险的管控，朝野甲产业界看法也是无相同。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指出，离岛上界惊的毋是开放，是连咪开连咪关。当交流互人变作是政治，地方产业就做袂久长。希望这届会当转化变作是两岸整合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